不用跪，站着接旨。王修因机缘巧合获家中奇书一本，先后发明造纸术、刮露水、算术等，为我大唐屡建100年大功，与朕更是一见如故，谈天说地无所不谈，奇思妙想更是让朕大开眼界。现封侯爵，官职一品，陈氏学影，持家有方，助夫有功，封3品诰命夫人。谢皇上。hold 住啊，王子豪！你记住，以后离着马车、木车、手推车都远着点，当心一下再给你撞回万恶的21世纪。在将军苏定方的领导下，我们歼敌1万余人，因夺回13座敌人的城池。因天寒地冻，为体恤士兵马匹，攻势已经停止。待来年春天气候转暖，我们再战。王参军真是用兵如神呐！如今前方大胜，皇上定会颁诏嘉奖兵部，我们这些弟兄可都借了您的光了。哎呀，小事，不值一提啊！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啊！您在这儿动嘴皮子，我们那儿就打胜仗啊！我在疆场上混了这么多年，今天总算见到运筹帷幄的活人了。好了，不抽了。这个一晃半个多月也过去了，如今战事暂缓，也是时候该回家看看夫人了。是，王参军劳累了这么多天，是该回家看看了。那就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皇兄今日是怎么了？一路走来，先是夸鸟，再是夸草，现在又夸上了竹子，如此雅兴，莫非是有什么喜事？皇妹可算问到点子上了，都快把朕憋死了。前方苏定方将军传来消息，说半道风云突变，不日战机即将出现。皇兄有此等好事，直说便是，何必遮遮掩掩，弄得云里雾里的？懂什么？这叫军心难测。我看这根本不是什么难测，分明是叵测。管他难测还是叵测，神秘就好嘛。言归正传，这王子豪把这坐收渔翁之利、隔岸观火的策略玩到了极致。我大唐不费一兵一卒，就可坐收渔翁之利。这子豪啊，真是个人才。他岂只是个人才，简直就是鬼才。刚才是什么声音？胆敢惊驾！禀皇上，是工部在施暴火药。子豪啊，子豪，你可真是害人不浅。火药，威力如何？威力无比呀，皇上，就连工部的火药库都被炸毁了，就是试验的民众也死伤数人。这么大的威力，天佑大唐啊！吾皇万福齐天。传令下去，在城南人烟稀少之地筹建火器研集署，由工部曹尚书牵头，皇家亲信监察，禁卫军负责安全事宜。我大唐第一个火器研集署正式成立。诺。叮铃铃铃铃，朝廷来人了。朝廷？看看去。你有大人久等了。苍梧县王修、王子豪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王修发明火药，为我唐朝立下旷世奇功，本应封地进爵，但因火药欠妥，累积仓库被毁，工匠死伤无数，朕权衡功过，决定
封地500亩，不加官，不进爵，钦此。500亩，我靠！臣领旨献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接旨吧。大人辛苦了。恭喜小侯爷了。同喜同喜。哎呀，这天这么热，还不给大人备一瓶酒花玉露？哎呀，看我这说什么呢？弄点冰糖葫芦给大人消个火吧。下官此次代表朝廷公干，不敢造次，还望小侯爷见谅。啊，见谅见谅。哎呀，大人一看就是爽快人，你我甚是投缘。刚才忙活半天了，也没来得及招待。如若不嫌弃的话，粗茶淡饭用完再走。时辰不早了，下官还要赶回去交差，不敢耽搁呀。啊，告辞，告辞。大人慢走。哎呀，真他妈的清廉，我这三观都要改变了。真是我光宗耀祖的好夫君，有了这500亩啊，谁还惦记云家那破地儿啊？也不知道妾身哪辈子修来的福。夫君好，夫君妙，我的夫君呱呱叫。不好了不好了，胡丈房，胡丈房，你干嘛呢？你让郎撵了，你快说呀！晕倒了，胡丈房他晕倒了。老胡啊，老胡啊，你我兄弟多年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呀，老胡啊，老胡先生，胡先生，秦叔，这胡先生这是怎么了？这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呀？要是这个年月可没法治啊，拍个片儿画个燕都不行，更别说开出手术了。老胡，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你看，小侯爷和夫人都来看你了。胡先生，老胡，老胡，哦，醒了。老胡啊，你差点把我的尿快吓出来了。哎呀，胡先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小的，快扶我起来！哦，快！小侯爷，你快看看吧！你这记的什么呀？夫人，这是2笔账啊！眼下咱花露水的收入啊，已经超过了3000两。还有，你看，这是我推算的。等咱们新的花露水作坊和造纸作坊都投入了生产，这只要1个年景下来呀，咱这侯爷府就有黄金10万两的进项啊！10万两啊！10万两！胡先生，你刚才是怎么了？哎呦，我的侯爷爷，刚才啊，我是被这个进项数给吓得背过气去了。哎呦，我的老这么多收入，这么远大的前景啊！明天咱们就给全府上下发红包。发，指定发，明天就发。发多少？夫人你定。我定啊。发还是不发呀？夫君，能这样跟你在一起真好。苍天有眼啊，让我王子豪脱胎换骨转到这个年代。正所谓，囊有钱，仓有米，腹有诗书，身无病，心无忧，门无债主啊。最关键的还是有你们2个好媳妇。以后好好照顾老爷。谢夫人。下一个。谢夫人，侯府是小的了再生父母，侯府给了小人生命。啊，不对，夫人，我太激动了，我也不知道说啥了。行了，以后腿脚勤快点，下去吧。谢夫人。下一个。二娘子。这不能要。让你拿你就拿，下去吧。
谢夫人。夫人，照这样发下去，怕是要100多两银子呢。怎么，主家没心疼，先生倒心疼了？不，我是说呀，咱这侯爷府已经好些年没发红包了，今儿这红包，奴才们连想都不敢想。就是老侯爷在世的时候，也只能是意思意思。今儿个这红包啊，怕是在长安城里豪门大户之中，那也是最多的了啊！甭说您不敢相信，就连我也做梦一样。自从侯爷得了那场病，转了性子，这府上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，花露水卖得好，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好。这大家忙了1年，辛苦了，发点红利算什么？这大过年的什么也不图，就图吉利。所以啊，您就放心的发。夫人呐，您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大过年了，咱们图个吉利。下一个。夫君，你说这个花是什么时候开的？你什么时候想看，它就什么时候开。谢小侯爷打赏。你得了多少啊？2两白银呢！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得这么多钱，谢小侯爷二夫人。2两，一人2两，这他妈日子还过吗？夫人呢，都发放了，侯府上下一个都没了。哦，对了，和公主合作的作坊也得有个得力的人照应着啊。那是。我想了想，先生做事精心，在府上工作这么多年，所有的进项和支出没有丝毫差错。这花露水生意也是照顾的有模有样，所以这造纸作坊，先生也管上吧。啊，夫人，我怎么，您不愿意啊？不，我是怕冒犯了公主殿下的威仪，又照顾不好咱自家的收益啊。先生多心了，公主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您只管照做就是了。好吧。啊，夫人，前些日子啊，陈家庄那边缺少人手，我让2个犬子去帮忙了。这俩小子做的还不赖。过了年呢，我打算他2个正式当差。夫人，您看行不行啊？既然是先生的儿子，之前有帮过忙，那就让他们做吧。夫人呐，钱管家呢也有个儿子，刚刚定了亲，现在呀也正想找份差事做。行，就让他去造纸作坊吧。谢夫人，谢夫人。夫人，齐郡主来信说，请您去南山观赏雪景，等着您回信呢。哎，慢走啊，夫人。你俩在这儿干嘛呢？啊！夫人来了。夫君啊，下人们都千恩万谢，感激的不行呢。 100多两银子，心疼的我蛋也跟着疼。还不是夫君让妾身看着发的。夫君，齐郡主约妾身去南山赏花，你说我去不去？去呀，多看看，有感而发。那个再多做几首诗啊。夫君，我们去看杀猪好不好？看杀猪？去哪儿看？庄上。你真想看？ 夫人去看赏花，我们去看杀猪，这就是差距啊！陆先生还惦记着我的儿子，帮他谋了份差事。你说，这个子儿我是吃你还是不吃啊？哎，这是2码事儿啊。贵侄子事儿啊，我只是在夫人面前提了提，夫人就答应了。哎，这个子儿啊，你该吃就吃啊。咱老哥俩。 在侯府这么多年了，交情不浅呐。现如今，老哥管着府里的账目，还管着2个作坊的账目，公主的造纸作坊也归了您打理，重任在肩呐。这是小侯爷和夫人对你的提携，往后我还要靠老兄提带着些呢。 哎，我说这棋你还下不下了？你倒走啊！走，啊，走！夫君，庄子里做的猪血肠真好吃，
妾身没吃够，可惜都被那几个杀猪的抢着吃光了。啊？想吃我明天再给你做。真是。哎，这小侯爷、二夫人拿这么多竹竿干嘛？哦，这是做爆竿用的。爆竿？对。什么是爆竿？爆竿啊，就是过年烧的，给来年起个吉利。去年咱们家就烧了一堆爆竿，结果现在咱们侯府上越来越红火了。钱叔说了，今年再多烧点，让红红火火的。哎呀，好啊，那快进去做做看，我也看看怎么做。好嘞。二娘子，来帮忙啊！儿子，哎，把它塞瓷实了啊！哎，好。钱叔，这玩意儿怎么弄啊？啊，就是把硝石装在竹节里，密封好了就成了。过年的时候啊，放在火里烧，噼啪作响，热闹得很呐。硝石啊，怎么不弄点火药进去啊？这就是火药啊！不是说这种，而是说那种黑黑的粉末，比硝石厉害多了。有没有那种东西啊？黑黑的粉末啊！哎呀，没听说过。即便是有，也没硝石好使。老汉我都用了20多年了，硝石绝对可靠。那是你没见过黑火药的威力，说炸瞎左眼，绝不炸瞎右眼。共产党都禁止燃放了，等我亲自配置出来，让你们也开开眼。这可算是我第一次在唐朝过年，不弄出点动静来，那也太对不起我自己了。哎，夫君，你说这个真的比爆竿还厉害啊？一会儿你就请好吧。呀，来了，快！来！哎呀，小侯爷，啊，东西齐了。好，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先去吧。1硫2硝3木炭，硫磺，硝石，木炭，多了点。哎，差不多。也没给我带个棍子。传说中的火药就这么成了。啊！哎，把它弄瓷实了。钱叔，哎，钱叔，哦，你来试试这个，填点这个，填点这个。啊，好，哎。哎，停！咋了？不是，这东西我刚配出来，我心里没底啊！你别装太多了，咱们先拿个小的试试，别伤了人，不值当了。哎，对，这根行，也别填满了，填一半就行了，剩下的用纸塞上，塞紧了。小侯爷放心，老汉我用了20多年的爆竿，从来没出过事儿。这黑火药虽然没用过，可心里还是有数的。钱叔。您这次就听我的吧，别再有个万一。小侯爷既然这么体恤下人，那就听您的。在整个长安城，就咱钱叔的爆竿是长安城最响的。谁要敢吹牛逼，我拿你的宝剑，我戳他。好，钱叔啊，哎，一会儿把那个填了黑火药的就给我就行了，其他的你们先烧着玩吧。哎，算了，你们都退下吧，啊，我亲自来放。小侯爷，还是老汉来吧，往年都是老汉放的，就不劳小侯爷的驾了。啊，钱叔小心点啊。没事。好。钱叔，出什么事了？胡家呀，出人命了，快帮忙！哎呀，这是怎么话说呢？二娘子还愣着干啥？快背呀！快！哎呀，我二娘子，来，快点！这边。钱
钱叔，钱叔，你醒醒啊！啊！哎呀，活了活了！谢天谢地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能哭就没事了。那个，栓子，赶紧去弄点热水给钱叔洗洗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二娘子，你去外边把那些破烂的都收拾了，要不然夫人回来该生气了。快！小辉啊，能不能让二夫人回避一下？你回避一下，回避一下。哎呦，这回可是有多打脸现多大眼了！往后让我老汉还在侯府里怎么为人呢？碍事了，哎呀，自家人。哎呀，我老汉糊涂啊，怎么不听小侯爷的劝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下回注意就好。再没有下次了，我这辈子再也不碰那个爆杆了。我侯爷让我的两腿放软，你到我屋里给我拿条裤子来。你好好歇着，我呀，这就去啊！谢谢。深呼吸啊，深呼吸。哎，对，好了。别笑了，先生，快去给他换条裤子吧，别着凉了。这么回，我这就去，哎呀，想到头疼。夫君，改天让管家再做几个爆杆成不？不成，你没看见刚才多危险？你还想玩？我回头就把那些火药都给他收了。对。不许闹了。夫君，我给您捶捶腿，您眯会儿。哎，笑死我了！睡前捶捶腿，解懒解乏又解累。夫君这么早就躺下啦？哎，夫人回来了。夫人，南山风景好不好啊？美，但是妾身更想看钱叔烧爆杆。你都可知道了。方才胡账房都告诉妾身了，没想到钱叔一把年纪还这般顽皮，真是笑死人了。那老头啊，爱逞能，给他吃点亏，长长记性，以后就不敢了。那夫君就太小看钱叔了。这老头啊，可是咱府上出了名的好了伤疤忘了痛，这会儿啊，正在前院研究双响的呢。啊？真的假的？这哪行啊？这多危险啊！我得去把火药给他们收了，闹出人命来就完了。真要闹出人命了？哎呀，了不得，真是了不得呀！这区区粉末能有如此的威力，了不得！小侯爷真乃神人也，真他娘给力！不是老钱呐，你这人可真没记性。你说刚才差点丢了老命，这会儿又变本加厉，还整出个双响来，你这怕什么？一回生二回熟。这小侯爷不是说了吗？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哎，得！哎，我不是我耳朵。钱管家在烧啊！还玩呢？小侯爷，夫人您也来了。哎，我倒是想烧来着，可是火药用完了，爆杆也没了。那就去买呀！这大过年的也不多准备一些，多扫兴啊！现在就差人去买，多买些。侯爷夫人，这火药没地方去买，这是小侯爷亲手配制的。夫君，那也再配一些嘛，妾身还没玩尽兴呢。哎呀，求你了！哎，好，配。但是呢，要约法3章。第一，只准看，不许自己烧，有违反者，休想让我给他再配第2次啊！第二呢，今天晚上太晚了，邻居们都睡了，
要有公德心，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等明天一早起来再给你分配。第三呢，我现在还没想好，但是最终解释权还是归我所有。我老汉也搞出了4联想，这简直就是名扬四海、四喜临门、四通八达、志在四方啊！自己太有才干，跟我分享了。别怕，我保护你啊！这玩意儿，这他娘的太吉祥了！想和你比武？怎么又是你啊？比什么呀？你再厉害，有那炮仗厉害吗？一个粗人，真俗！蹬你只胳膊，我信不过你，看着先吧。哎呦，走啊！你这又发明了什么新鲜玩意儿啊？竟然能发出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动静！哎呀，德昭兄又来了呀！哟，哎，你早说嘛！你早说，我给你安排个好地方看看呀。无妨。那个爷爷昨天晚上就听到动静了。他派我来啊，今天一早上就来探虚实，果不其然，就是你府上传来的。对，是啊，其实我也不想扰民啊，只是2位夫人想听听动静，我也没辙呀。那不碍事。那个爷爷啊，他其实让我来啊，问问你这个玩意是从哪儿买来的，回去的时候非要让我拉2车，你看。哎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此物没得出卖呀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给你爷爷拉几筐就是了，好吧？既然来了，也不能不进去是吧？请。好。本来爷爷说今天早上他亲自过来的，怎料到昨天晚上他老人家吃积食了，肚子胀得难受。这不刚好我过来，一个是打探爆肝的消息，二个是还有一事相求。无事不能三宝殿啊，你说吧。就是那个冰糖葫芦，小弟能不能再带几串回去，让他老人家消消食？德昭兄难得一片孝心，小弟自然成人之美啊。正好明天我去府上看程爷爷，顺便给他带过去了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哎，别，子豪兄，明天送那是你送的，今天且让小弟先送几串回去，也算小弟孝敬爷爷的，也省得年关里边多挨几顿家法了。不，你看看，昨天还出几下呢。行了，别拖裤子。小迪啊，你去给程小公爷拿几串冰糖葫芦。哎，小迪，多拿几串。啊，对，多拿几串。哎，够意思。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功课不是做的挺好的吗？怎么又挨打呀？别提了，自从你在右武卫混了一个差事，小弟我也有些动心呐。回头找爷爷商量这事儿，说是过完年去军中效力，也不知道哪句话没说对付，就挨了几下。哎，子豪兄，你要是心疼兄弟啊，明天去的时候你帮兄弟美言几句。你看我老大不小个人了，整天待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啊，一直想到军中长见识。德昭兄，这种事儿我来提不太合适吧？你参军的资格不够，就算你爷爷答应了，你也去不成啊。那子豪兄你怎么去的？你说我爷爷不让我去军中效力，逼着我跟你学什么兵法呀、算术的，不去军中效力，学天书都没用。也不知道爷爷想什么的。你爷爷这是想的周全啊，让你学兵法，没说让你上沙场啊。他是想让你替程家保留这份学术，将来传给子孙后代，说不定哪一代就用上了。那我不管，我就要去。子豪兄，你得帮我说说话，算我这个做徒儿的求你了。好吧，既然徒弟都这么说了，那明天我先去你府上探探老爷子的心思啊，见风使舵，看情况我就把话题往参军上扯。哎，至于成不成，我就不管了啊。你也知道你爷爷那脾气。小弟先谢过子豪兄了，您老亲自出马，一定是马到成功啊。二女。今天晚上你回自己房里睡啊？冷。
冷也不行，我跟夫君有正事儿要说。你，行了，你睡着了。都赖你。好，哎呀，不少东西啊！程爷啊，你尝尝这个。哎呦，他娘的，冰糖葫芦，这是爷爷最喜欢吃的啊！你小子还是孝顺啊，爷爷没白疼你。爷爷可别这么客好吗？哎，爷爷喜欢吃呢，就多吃。这玩意儿啊，开胃健脾，有百益而无一害。吃，我吃。哎呀，好啊，爷爷，好吃吧？好酸呐。好。哎，子航，我看这个是不是昨天那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爆肝啊？哎，对啊，那天听那个德昭兄说您特别喜欢听这个动静，特意给您拉了一车。快去点上，让我见识见识。听听这个啊，哎，点着了吗？你跑啊，快跑！哎呦，没事吧？啊，太厉害了这玩意儿。还行吧。哎，大哥，你跟我爷爷提我的事儿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不过你爷爷提了。那我爷爷怎么说呀？哎呀，这个德昭啊，你爷爷不是一般的溺爱你啊。我知道，但是你看我关在家里边很无聊嘛，你明白的。你爷爷是不放心你，怕你出去吃亏。不是笑话吗？我吃亏，就吃你的。哎，那边是王参军吗？哎，小狗，还一个滚过来！成哥，您老也在呀，可想死兄弟了。刚才走路走得急，只注意到子豪兄，您老一向还好啊？啊，好得很。你最近咋样？没有因为四处欺负人被人给拾掇了吧？没，哪有？成哥，小时候的事儿您别提了，这兄弟早学好了。这不，正军中为国效力呢。哦，您瞧瞧。啊，原来这厮是个起是非的货，在外面横行霸道，被人家剁了几刀，回来搬救兵的小碎催。进去多少时日了？没多久，6月底进去的，快半年了。这子豪兄和成哥还真是，兄弟还以为外边乱传的呢。说，说我们俩什么坏话了？谁传的？成哥，你千万别动手啊！这小弟没说清楚。小弟听说成哥您拜子豪兄为师，可是真的？批评了你，话也说不清。成哥息怒，小弟军中学的坏毛病啊，您别记住。拜师的事嘛，那倒是真的。子豪兄是代父收徒啊，如今我们俩是师兄弟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秦玉，我们仨现在都是同门。子豪兄比我略为年长，我都叫他一声二师兄，清楚了吧？你也别高喊了啊。下回再敢胡说，我让你婆娘到护城河给你收拾去。我说呢，这当日一见子豪兄就知道您不是一般人的。这小弟军务繁忙，昨日里才回京城。您也知道，这军务里的消息没个实话，是吧？这大冷天的在道上站着，冷得不行。要不小弟做东，二位哥哥一同前去喝上2杯，暖和暖和，怎么样？这个好。行，刚好我还要问你军中的事情。子豪兄，一会儿咱们就差人给家里边传个信儿。啊，好，来，走，快，行。啊，队长，总来了，来，走，来，哎呦，走，怎么连个小二都没有啊？老板亲自招呼客人了啊？这不是快过年了吗？小二都回家过年去了。不是被你吃了吧？没有。玩笑。啊，原来这一到春节，城里人就吃不上饭的习惯打这儿就开始了。什么？子豪兄，您说啊，没什么，点菜。啊，老板去，来点肉，弄点酒，去吧。好嘞，您慢等。师傅，赶快给我说说里边咋样？苦啊！来，
瞧瞧啊，看打的，前段时间打的，背后还有，连巴力都没好下去。看，去哪去？不能碰。老板，快点，肉咋还不上来？想饿死老子呀！哎，你小子肯定是干什么坏事了，打你也活该。哎，平时你们都干些什么呀？苦啊！来，瞧瞧他，小弟娇生惯养的，一进去就给发了榔头，一天就在厂子上钉木桩啊。说是叫什么练力气啊，一天要是钉不了20个木桩，那就是一顿狠揍啊！那比您当年可揍的很多了，是吗？啊！你想想，这大日头底下，小弟光着脊梁钉桩子，稍微偷个懒儿，那就是一鞭子上来，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呀？有这么过分吗？啊！哎，行，别拖了，信了。我跟您说呢，这还算好的。上次我们跟那帮畜生争天字团，就是军中团队比武，那帮人呢都下狠手的整啊。完事后，小弟身上让那帮人弄了3窟窿，全明晃晃的，血喷了老高了。来，那后来呢？正常没？别提了，人家都是几年的老手了，小弟一个生蛋子。哎，您慢用。没给弄死就不错了。哎，来喝。哎，少来点。哎，好嘞。来，干一个。来。太邪乎了，这家伙吃相倒是能看出来，平时他妈最挑嘴，豆腐碰都不碰啊！豆腐，二位哥哥，您知道里边都是啥伙食不？别说豆腐哈，平时肉都不缺，可他就不给你好好做呀！这甭管什么东西，都混一锅里煮。嘿，咸呢咸一天，淡了去要把盐，那就是一顿狠打。军营里伙食哪是人吃的呀？哎呀，出京练兵的时候呀，连家里烧的桂花糕都不准带，一去就是半个月呀。回去再吃的时候全馊了。德壮，你听听，你爷爷不让你去，那就是对的。那我进去还指不定谁打谁。你他妈小子太没用了。走一行，吃的不好，什么都不好。您二位忙着，小弟就不打扰了啊。你吃饱了就跑，走吧。啊，去吧。告辞。这好歹说也是曹尚书的儿子，都给折腾成这样了。就你，要是进了部队，谁管你爷爷是谁呀？我看你还是算了吧。依我看，他这样也挺好的嘛。哎，瞧见没？半年前我一脚能踢他5个跟头，刚才就趔趄了一下。哎，说明他在军营里没白挨打，身子骨变结实了。我估摸着我俩要真打起来，没个3、5下摆不平的。哎，我怎么就这么蠢呢？子豪兄，那个年后宫里的足球赛啊，你就把我编进去，场场都让我上，我就不信露不了脸了。咱们就拿下个首魁给他看看，皇上有封赏的，到时候小弟一句话就行了，也怕是拦也拦不住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子豪兄，告辞了。哎。这还有为了当兵不择手段呢。这不是兰陵的马车吗？他不是去南山了吗？哇，震死我了！夫君，见过公主殿下。夫君，忙了一天，辛苦了吧？不辛苦。哎，站这儿干嘛？外边冷飕飕的，进屋吧，上炕啊。我是说上炕上暖和呀。
傻样，笨嘴笨舌的。他真就这样，还望公主见谅。无妨，这子豪就是心灵手巧，打量后的爆肝跟之前就是大不相同，声音呐震天的响。这本宫还是好奇着呢，一会儿仔细讲讲其中的奥妙，让本宫也开开眼。这个，哎呀，好说好说嘛，揪说，来，揪，来，公主请坐。公主，您二位先聊，我去准备些茶点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，话都不会说了？当心让你家才女看出破绽。看出什么破绽啊？我们俩干干净净的，没做什么亏心事儿。是吗？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怎么听着这么没有底气呀？怎么没底气？我这底气这么足。别说这个了啊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？这都年根了，你不忙吗？我一寡妇家有什么忙的？今天是专门给你送些年货过来，都是自家庄子上产的。好长时间没见了，怪想你的。哦。对了，今儿你是不是到程叔叔那儿去显摆爆肝了？我显摆什么呀？关键你看我们家那管家呀，不让显摆能行吗？钱管家，哎，夫人，让栓子他们把这收拾收拾，冬天干燥别起火了。哎，好，栓子，栓子。让他看见也好，今儿要不是我亲眼见了，还真不敢相信这世上竟有这样的东西。刚才不小心让那竹屑溅到了，这会儿还疼呢。你看看，哎呀，还疼吗？没事儿，就破了点皮儿，用口水消消毒就好。这多亏是竹屑，要是石子儿、铁片之类的，这手就没法看了。哎，你说要是换成石子儿、铁屑的，会不会有作用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把那爆肝做大一些，里边塞上这些东西，那我大唐的将士岂不是战无不胜、所向披靡了？哎，停！这个黑火药的事儿，我已经答应程爷爷献给朝廷了，而且也答应朝廷，配方不能再外泄了。至于里边填的是什么，就是工部的事情了，咱们俩就别跟着操心了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都是我不好，这心里想些什么，嘴上就说出来了。要不是你告诉我，还真不知道里边塞的是黑火药。配方有没有？拿来我看看。配方不给，万一被你泄露出去，对我朝不利。还有啊，那个东西非常危险，一会儿，哎，你就看看就行了，不许拿走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是我太心急了。这些事儿本也不是我一妇道人家该管的。今天来呢，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造纸坊的事儿。我想等天暖和了再起一座，你看呢？这反正工艺你都知道了，你就再起个10座，我也管不着啊，随便吧。夫君一大早想什么呢？伸舌头。哎呀，这大过年的什么样子？没舌苔好着呢，赶紧起来吧，今天一天事儿。小点声，小点声。二妹还睡觉呢，昨天晚上讲了一宿窗花，让她多睡一会儿。把她给忘了，昨天一夜没睡，今天让她好好睡睡，晚上还得熬夜呢。对对对。哎，夫人，今天多告诉告诉我规矩啊。一会儿啊，让下人烧点热水，夫君先洗个热水澡，然后咱们去祠堂祭祖。今年咱家光景好，多添点供奉。哎，夫君昨晚把鞋踢哪儿了？哎，行行，你钻被窝吧，你别找了，我自己找啊，我自己找。哎，算了，你也别找了。哎，那边有双新的，今天过年夫君穿新的。这鞋啊，是2女腊月里给夫君新纳的，
这丫头的手艺啊，还算看得过去。我看看。你们这是干嘛呀？咱们家又不缺钱，干嘛自己弄这个呀？你们俩谁累着了都操心，以后不许这样了。我都听别人说了，这那鞋底儿可麻烦了，就是有底这儿都容易弄得满手都是针眼。二女才多大呀，老干这种粗活，以后你也不许弄啊！你们俩谁再弄，我就抽你。啰嗦，妇道人家的事情少管，赶紧穿上出去忙活。夫人，过来，有话跟你说。你说什么呀？姑娘，夫人，在家操心1年了，辛苦了。操你，大滚！昨晚吃糖葫芦了吗？没漱口吧？吃完困了就睡了。我说嘛，有味儿。啊！讨厌，大过年的逗人玩。小侯爷，哎，年上好。好。除旧布新，老汉我一大早就把咱府上的门神给请来了，怕打扰您，我在这候了一会儿。哎呀，钱叔辛苦了，祝钱叔过年好，钱叔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啊！哎呦，谢小侯爷吉言，谢小侯爷。听您的话呀，老汉我心里暖和。老汉我，行，别暖和了，咱们还是赶紧接门神吧。我也看看到底怎么个接法啊！走。这是谁呀？啊，神荼，大神仙呐，驱邪捉鬼，保佑宅院不受妖孽的侵袭，万事安康的。那这个呢？玉垒，神荼的弟弟，兄弟俩都是保宅护院的神仙，都龇牙咧嘴的。没秦玉他爷爷看着亲切。哎，秦玉啊，也不知道上个月托人给你捎去的裘皮厂子你收到了没？老天保佑，开了春吐蕃不要有异动才好，好让秦玉全虚全影的回来，就是我今年最大的心愿了。哎，你看你弄这么多吃的干嘛？这不是浪费吗？你也不说少弄点儿，你，哎，净乱说话，也不怕老祖宗听见生气。祭奠完就搬回家了，还不是家里吃。夫君焚香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刚才又见你掐断了好几根呢。哎，你说今天二女不来说不合适啊？这都是一家人，不好吧？他来做什么？死了也进不了祖坟的，一天到晚就知道乱说话。哎，夫君。哎，夫君干嘛去啊？走，你也别问。哎，干嘛去啊？早点回来啊，还要贴窗花呢。一会儿就回去。进去。认识吗？这个呢？行了，这都是熟人了。回。再过个7、8、10年呢，我夫人还有你，就变成这些牌牌了，都摆在这儿。啥样？干嘛呀？又不杀你。今天带你来就是混个脸熟，争口气，怕什么呀？
好，服了你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，扛不动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我就是看不惯这些规矩，太不公平了。为什么就不能进祠堂？为什么就不能合葬啊？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。哎，呸！算了，大过年的，反正就是那个意思，你明白吧？明白，谢过夫君。其实合不合葬，妾身并不在意，妾身在意的是夫君的心意。最近妾身长了不少，你看看。晚上看，少在这给我逞劲。这就是大慈恩寺的钟声。你干嘛去啊？这过了子时就不让出去了。找钱管家放报杆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放？我还等着辞旧迎新呢。谁家这个时候开门放报杆啊？这门神都在路上呢，这开了门容易进不干净的东西。门神怎么也不坚守岗位呢？都干嘛去了都？那什么时候放啊？等正月15啊？这不守岁的吗？等过了卯时啊，钱管家自然会开门放报杆。平时也不见你看，这会儿倒凑热闹了。哎呀，夫君，你快帮我看看，二女这死丫头鬼精鬼精的。这丫头这骑术快超越我了呀！哎呀，不行，回天乏术了，输定了。彩头夫君给吧。好，彩头连同压岁钱一块儿给。哎，给我拜年。给这么多干嘛？一个铜板就够了。你糊涂了吧？这过春节哪有不给压岁钱的？什么压岁钱啊？今天又不是春节。不是春节是什么？过年。今天是元旦。今天是元旦啊？那什么时候过春节啊？立春就是春节啊。夫君丢了记性，不会连这个也忘了吧？还跟人家当教授。啊！死丫头，快把压岁钱还我！嘿，还过来！还过来！快点还我钱！在哪？放哪？夫君，礼单拟好了，看看有无纰漏。夫人啊，这个是不是写错了呀？这怎么会错呢？这兰陵公主到咱家常来常往，又是先帝的女儿，夫君算起来也还是人家的晚辈呢。这送一份过去才合礼数嘛。既然夫君不愿意低这个头，那就免了吧。只不过妾身想啊，也不知道兰陵公主如果真的收到这份礼的时候，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？妈，笑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是送还是不送啊？合意了吧？那你按这个办吧。哎，等下，把曹尚书也加上去。我跟他儿子老五关系不错，又是同僚，送点礼，将来也好有个照应嘛。那是自然。对于夫君这点，妾身还是很佩服的。自从夫君病好后，京城那些有身份的人都爱跟咱家打交道。这过年啊，就有10几车礼品送来呢，都是京城的世家。那是。哎呀，夫君，不嫌脏，大过年的弄得灰头土脸的。哎，刚夸一句就上头了。娘子啊，昨天北府给你念的那个诗句如何？哎呀，夫君，其实忙都忙死了，哪顾得上呢？你去念给二女听吧，妾身去前面派发礼品了啊。明珠投案，生不逢时啊！夫君，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妾身忘了告诉你了，钱管家说山庄的园子修好了，问咱们什么时候过去，他好有个准备。这么快就修好了？对呀，都修好了。夫君定个日子吧，咱们过去住些时日。那现在就去吧。二女，别喊了，今天可走不了，这礼都没派出去呢。哦，那明天去？行啊，那就明天去吧，只要正月15前赶回来就行。那就明天。二女。
奇怪呀，平时喊这丫头都是 biu 的一下就出现了，今天怎么没 biu 呢？哎，算了，我去找她。你呀，先准备礼单啊，你别耽误正事儿就行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小侯爷，二女呢？回小侯爷没见二夫人，没见，没见。二女，二女，二女呢？二女，看见二女了吗？小侯爷，啊，行了，明白了。哎，你这个胡子，你，哎呀。怎么了，二女？坐这儿干嘛呀？多冷啊！谁欺负你了？我给你做主。啊？夫君，今年初二，不想哥哥了。啊？你想你的家人，我也想我的家人呢。夫君，妾身好了，妾身不想动，想趴在夫君怀里。二女啊，咱们老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，出去吧。啊，要不然我拉你去院子里转转。你看，这虽然一片残花败柳的，但也别有一番景致啊。哎，那还有梅花呢，好不好？要不然为夫给你做首诗？还真做呀。你先下来行不行？我腿都麻了。麻得厉害吗？倒是不太厉害。要不咱们先回去吧？啊？不行，还没作诗呢。哎，好，坐。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看不是雪，唯有暗香来。都没有语气。这破丫头要求还挺多，抽你了？夫君哭了一身汗，你闻闻臭不臭？臭，太臭了。快，我洗澡去啊！抱你回去吧。好。哎。二女，去哪儿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这眼睛都红红的。哦，刚才我带她去看梅花了，那个梅花红啊，刺眼啊，她眼睛胀得流泪。哎，夫人找我。啊，德昭兄来了，在前厅坐了半晌，说是大年初二专门来给他师傅行礼的。这祠堂也去过了，就等着和夫君说话呢。说什么话呀？这个程德昭他怎么老来呀？那没事就往我们家跑，我都快得豪门综合恐惧症了。哎，子豪兄，给你拜年了啊！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哎呀，幸亏德昭兄今天来了，要是明天来了，家里就没人了。怎么了？年上子豪兄要出门？是啊，那个庄子不是修好了吗？明天打算去看看，顺便住几天。哎，子豪兄真是好福气啊！上次小弟在你那儿避难，在山庄上住得十分惬意。你看是不是什么时候在南山的附近也给小弟买个宅子？啊，不过也没时间翻修了，估计没有办法与子豪兄同乐了。你买它干嘛？你要是这几天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去我庄子上玩几天就是了。没事没事，哎，该忙的已经忙完了。不过爷爷那儿，到时候子豪兄帮忙说上两句。我建议你啊，你就跟你爷爷实话实说吧，就说上我那玩几天。就你爷爷那脾气，他要真不想让你去，你找什么借口都没用啊。对，那小弟先回去了，明天一早在官道上等着你。说好了啊？啊，说好。这小子到底找我有没有事儿啊？小侯爷还有什么吩咐？还有炭盆。哦，快，炭盆搬过来。让大盆。啊，上车了。好嘞，小侯爷，你坐稳啊，快！
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前面不是打劫吗？嗨，刘昭兄，子豪兄，怎么样？还顺利吧？你爷爷有没有难为你啊？没有，他说的特别豪迈。怎么说？他说出去就别想回来了，真豪放。啊，对了，兰陵公主的马车刚才也从那边经过，也是往山庄去的。钱叔，你们走你们的，我们俩走走。啊啊！哎呀，什么情况？长时间不练确实不行。打的那头叫什么情况？真暖和啊！是啊，你听听这鸡飞狗跳的，这山里边物资还真丰富啊。哎，待会儿咱们去拜访兰陵公主，给她送几串冰糖葫芦，一定很高兴啊。你去吧，这个马屁你拍就行了。我一会儿钓点鱼烤着吃。那我也不去了，烤鱼重要。哎呀，德州兄刚才那招真是插的鬼哭神嚎啊！我爷爷说了，成家的男人从小都得会插，改天我教你。这是用生命在插呀，是吗？哎，夫人，你们都到了啊？哎，这是。德州兄刚才用灵魂插了几条鱼，说一会儿我们要吃鱼啊。啊，这天寒地冻的，也不怕掉到河里去。哎，给夫君拿件衣服来。哎，不用，你去把栓子叫来，让他弄点柴火，一会儿我们烤着鱼吃。哎，烤着吃啊？那还不如让厨房直接煮了得了呢。那怎么行？是啊，那怎么行？既然我们都有农家乐了，还不原生态一把，就烤着吃嘛。啊，夫人你就别管了，你先去休息一下，一会儿我们弄好了喊你。去吧。好，选一条。那这个大。好，就它吧。这个味道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！哎，德州兄那不着急，你着什么急？我急得很呐。我也急得很呐，可是我们要等夫人啊。栓子来了，小亮子来了。把这个都均匀的撒在上面就行了。夫人，哎呀，你再不来鱼都要糊了，快！大老远就闻见香味儿了，你果然厉害。来，这条差不多了。我，哎，你吃这个小的。这个给你。你这个叫什么孜然的这个玩意儿，味道真地道，好吃。一点也不腥，还挺鲜美的。那好吃你就多吃点儿。哎，子豪兄，是不是咱们把公主一块叫过来享用啊？啊，要不我给她送2条吧？这一共才几条啊？你还给她送几条？我们吃什么呀？也是啊。啊，那我给她插2回。小侯爷，兰陵公主来了。怎么说曹操的就到了？德州，你这张嘴真是乌鸦嘴啊！你这要买彩票的话，兴许还能中点钱。栓子，哎，快拿个垫子来噻。小侯爷，哎，我把兰陵公主给领来了。哎呀，欢迎公主大驾光临啊！公主，好香啊！我是不是来的不凑巧，赶上你们吃饭了？没有，凑巧，要不然我也正打算把这些鱼给您送过去呢。都坐吧。刚才还正说着给你送过去呢。想不到如此简单的烹饪方法，味道却这么美妙。又是子豪的主意吧？主意是子豪的，但这鱼是我弄的呀，也是我烤的。公主，你要喜欢，我再给你插几条。不用了，已经很好了。来，咱们再干一个。夫人，公主，这实在是让诸位见笑了。这把过年的饭都吃了，这会儿撑得厉害，
实在是喝不下了。夫君，妾身也喝不下了，再喝就吐了。天色还早嘛，要不然咱们进屋再喝杯茶？茶也免了吧，我从城里刚过来，带了好多东西，正好回去收拾一下，也消消食。等晚上得空了再来串门。哦，那公主慢走，我就不送了啊。咱侯爷府的进项一天比一天多了，过年的红包也越来越多了。小侯爷真是经营有方啊！哎，这何止是会经营啊，简直就是人精。刚才呀，还因为公主把纸张的价格定得太低发了脾气，还要找公主理论呢。啊？找公主理论？可不是嘛！咱们小侯爷是什么人呢？哎，别愣着呀，该你下了。啊，下棋啊要三思而行。慢点吃，慢点，没吃过啊，狼似的。长身子呢，别管他。夫君，妾身这几日看了几个王公贵族家的园子，都修得有模有样的。你腊月就说要修园子，到现在也还没动工呢。等过两天天热了，那些花花草草还能栽得活吗？妾身明白这个道理，只不过一时没想好修成什么样的。今日被费县主领带去看他家的园子，真没成想，看着看着，他家老三突然临盆了。啊？临盆了？然后呢？然后他们就忙着接生去了，让妾身自便。这太戏剧了吧！再然后呢？再然后，妾身哪还有心思逛园子啊？扭头就去了趟兴善寺，拜了拜送子观音。啊！你拐弯抹角的干嘛呀？你不就说想要个孩子吗？我也要。你跟这起什么哄？为此，妾身又是求卦，又是捐香火钱的。还捐香火钱了？捐多少？1两银子呢。1两银子？你不过了？你求出个啥了？这卦上写的云山雾罩的，夫君帮忙看看。命内自然逢大吉，茅屋中间百事兴。太公80成家业，日出光辉四海明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夫人给解释解释。还什么意思？这不明摆着吗？人家说姜太公80才成家，你跟着着什么急呀？这个说时机一到，就像那个拨云见日，光辉普照，子孙满堂。要是时机没到之前呢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待着，这样才能百事顺利。80岁，那我要等到80岁，那不成黄脸婆了？这能不着急吗？亏我还捐了那么多银子。你着什么急啊？人家这就是打个比方，就是说劝你别强求，顺其自然。我都嫁到府上3年了，还怎么顺其自然啊？我不管，二女，你今天回房自己睡，我跟夫君也要事切磋。哎，我说兄弟啊，你是不是欺负我眼神不好，动了棋子儿啊？输了就输了啊！来，罚酒。喝。刚才这棋子明明不在这儿嘛。来，再来一盘，得，时候不早了，咱老哥俩还是先吃饭吧。吃完了饭，还要给小侯爷买糯米和黑芝麻呢。晚上回来呀，接着下。好啊，吃完饭回来下，走。好，走。这天这么冷，让二女一个人上西屋睡去，别冻出病来。夫人，咱们俩都还年轻嘛，你到了4月份才20岁，以后我都怕你生不过来。什么生不过来？哎，行了，今天看到二女的份上，姑且放了夫君一马。到了4月，
可不许赖账了。不赖，这种事儿还有赖账的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一个唾沫一个钉，肯定不赖账啊。这家里现在渐渐恢复元气了，夫君的名声也大了，还在禁军挂了职。我要再不给王家添个香火，那不让人笑掉大牙了。谁笑掉大牙呀？你就别操这心了，没准你现在都怀上了呢。那还真是不下显灵了。哎，行，不提了，咱还是说园子的事啊。那这个园子可怎么办啊？园子，要不就按鄂公府那样的修。鄂公，尉迟敬德，哎，这个靠谱啊，他可是未来的门神啊，就按他们家那样，一准镇寨。那夫君要是没有异议，妾身明日就让他们动工。动。你说咱这小侯爷，可谓是唐朝地地道道的好男人啊！就连这吃元宵，他都亲手舀给夫人们吃。如果换上我，遇上我爱的人，甭说舀元宵了，就是生孩子，我都亲力亲为。你说我这算不算是唐朝地地道道的纯爷们儿？问你换，算不算？应该算是吧。什么叫应该算是？那本来就是。谁要是嫁给了我，我肯定把她培养成唐朝地地道道的纯娘们儿。你考虑考虑一下呗。你啊？他还差不多。谁？还有谁？这么帅一小伙站在你面前，还有谁？说，他是谁？他是纯爷们儿。 5个字儿，你怎么也说5个字儿？你好端端学什么二娘子？二娘子在哪儿啊？你一提二娘子，你瞎激动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二娘子可坏着呢，以后离她远点，知道不知道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知道长安银剑小霸王吗？就是二娘子。想当年，她手持2把银色宝剑。 从东长安街一路砍到西长安街，来回砍了3天3夜。可他就是手起刀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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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一眼都没眨过。你说他坏不坏？你是说他从东长安街一直砍到西长安街，砍了3天3夜？3天3夜，眼睛都没眨一下。眼睛都没眨一下。纯爷们儿。 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他还有一句8字真言呢，叫“有情人做快乐事儿”。说的真好。你知道是啥意思吗？我给你解释解释，什么是有情人？我就是有情人。什么是快乐事儿？咱俩现在做的事儿就是快乐事儿啊。所以你要多和我亲近亲近，知道不？呼让吗？ 继续啊！不继续。磨得怎么样了？哦，磨得特别好，再过半个时辰，就磨好了。磨得细。哦，越细越好啊！哎，今天晚上啊，务必磨完，不然呐，明天小侯爷会怪罪的。哎，好。对了，把那塞子啊都找出来，洗一洗，晾上。明天呐，滚元宵的时候要用的啊！哎，好嘞。 那我就先就寝了，你们2个呀，忙完了，你都早点歇着吧啊！胡先生慢走。哎，继续。小弟，夫人，你为什么那么讨厌云家人呀？云家一直惦记着看夫君的笑话，巴不得咱府上家破人亡才好。啊，这天底下还有盼着别人家家破人亡的？你还小，不懂这些。我不小了，老爷都扛不动我了。我问你，如果咱府上败了，是不是得变卖祖产？
所以啊，云家等着买便宜呢。公主殿下是不是应该给我个说法呀？咱们之前可是有协议的，你这么无视协议，单方面制定价格，这么重要的事儿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是不是太没有合作精神了？市销本就是这个价格，咱们又不亏本，这价钱如果定高了，好些穷人就该用不上了。穷人连朝廷都管不了，你让我管啊？再说，你以为你把价格定得这么低，老百姓就能用上便宜的纸张了？你做决定之前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？有什么好考虑的？已经比主纸的价钱高了2成了。要真照你说的那个样子，多少人能买得起？你王家又不缺钱，少赚点能怎么样？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做过市场调查？知不知道关中道上对纸张的需求量有多大？这哪能有个准儿？你知道吗？在建作坊之前，我就已经做过调查了。整个长安城有7家经营纸张的商铺垄断了市场，赚起钱来倒是肯费心思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那就意味着，我们就算拼了老命往死了干，最多也就能占到市场份额的2成。再说了，我们纸张的质量可比主纸要好的太多太多了。你定的价格那么低，一到市场上肯定脱销啊，供不应求。那不是正好吗？钱也赚了。名声也打出去了，大不了以后我出钱再多建几座。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你得建多少作坊才能垄断市场啊？我有钱，不怕起作坊。行，就算你有钱，你垄断了市场，那你再算算有多少关中人士能用得上咱们的纸张？这又是何意思呀？你别忘了，商人重利。你以为你把纸张价格定那么低，老百姓就能买到便宜货？商人是要看市场供需来制定价格的。你人家一倒手，还不是卖高价？再说了，你垄断了市场，人家不能拿到剑南、拿到江南、拿到国外去卖吗？原来如此，我还真没想到里边有这些门道。要不是你一语道破，还真是让那些奸商钻了空子。你呀，就是瞎算计。你是我捡来的，从小跟着我，如今也快长成了，过阵子就让你跟夫君圆房吧。哎，这个老四没个规矩，别人要吐电话都有个章法，就他毛手毛脚的，一辈子也没个品相。你要真是我夫君就好了，我还真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时候。现在这样不好吗？不好，要是嫁了你，就不用每天跑这么多路，可以整日里陪着你捣鼓那些旁门左道。什么叫旁门左道啊？我那可是功德无量的伟大事业。你就敢说当初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就没有一点私心？我敢说，当然有那么点儿啊，但是我不为蝇头小利，也不求大富大贵。你想想以后啊，大唐的孩子都能用上我们制造的纸张，坐在宽敞明亮的学堂里面求学，个个都能成为栋梁之才。当他们做学问的时候，建功立业的时候，名满朝堂的时候，他们可能不会想到我们这些默默无闻奉献的人。但是我已经很满足。在我年老回忆我一生的时候，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，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羞愧。在我临死时，我能够说，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、最壮丽的国家，为大唐的繁荣兴盛和百姓的安居乐业而默默的奋斗。本宫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能把对金钱的渴望和贪婪说得如此豪情壮志。明知道你心口不一，还是被你的谎话打动了。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好，口说无凭，那咱们立个字据吧。啊，
我准备好了。等我拿回去仔细看了再说。哎，对了，我上次给你那个卫生巾还有那小内裤用的还合适吧？那个怪怪的，我还不会用呢。这都不会用，下次我教你啊。哎呀，别说这些了，说点正经事儿。昨天我回去以后听说，高丽支援百济的3万人马已被苏定方迫于满金桥，而朝廷也决定让薛仁贵带兵讨伐高丽，驻扎新罗的刘仁轨也已起兵，对其形成3面包夹之势。啊？渴死我了，有吃的吗？我饿了。你到底渴还是饿啊？哎，先别急着吃。姐问你，花露水进展如何啊？还是供不应求，这回咱们要赚大发了。不是姐说你，好歹你也是个大家闺秀，你就不能像你姐一样嘛，端庄沉稳一些。哎，二女，你也别总赖在家里啊，没事跟我去作坊看看。嗯，哎，过阵子我园子装修，你抽点空帮我照应照应呗。没工夫，忙就忙死。这中午吃什么呀？这大过节没买点元宵？你姐夫说了，要自己做的才好吃，这会儿估计正在厨房做呢。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啊。等不及就去厨房帮忙，自己动手才丰衣足食嘛。走，二女，陪我去厨房。去吧，我歪会儿。高丽多山，限制了骑兵的发挥。如果单用步兵相拼的话，伤亡过大，得不偿失。但高丽粮少，如今正是青黄不接之时，毁其村寨，焚其储粮。待到苏将军援军一到，3面夹击，高丽唾手可得。又说胡话，百济现在战事正紧，8月之前如果攻不下百济怎么办？这高丽天寒地冻，难道要我大唐战士在那过冬不成？再耽搁1年，岂不是延误了战机？你说的也不无道理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全啊。不过你这个说法也不妥呀。昨晚啊，他给我掏心窝子，你猜怎么着？给我符文点啊，我服了他。他说我是个纯爷们儿，愿意跟我这样的有情人做快乐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别乱动。我没，你看你这暴脾气，我一跟你说点什么你就急，怪不得你找不着有情人。他说，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他一听到你名字，就跟出了闪电似的，两眼放光。经过我想啊想，我就发现，我跟他说话他不理我，但是一提到你名字，他就如雷贯耳。哎，二娘子，你是不是把他给怎么着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是佛门俗家弟子，你可不能背着我干那些猪狗不如的事儿啊！滚你娘的蛋！滚你！你也5个字儿，哎，他说话也是5个字儿。你俩有奸情，你给我戴绿帽子！别他妈乱讲！哟，瞅你那小身板子，你打到3更也打不匀呢。闪开，我来。都瞧好了啊，二女，咱俩从小长到大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看得惯我姐？看得惯呢，我就看不惯她。夫人是个热心肠，反正你得小心着她点儿，她比你心眼多。你呀，作坊里的事情忙得多，夫人常念你的好呢。辛苦我不怕，我也不用她念我好，但我就是看不了她那张脸。吃不吃糖葫芦？吃。姐夫可真聪明，凡是他发明的，要么就好吃，要么就能赚钱。我给你拿去，来。平日里啊，在你这里录好的东西，回家我就会整理出来。有什么难懂的地方，就会去请教国子监和弘文馆的教习。如今呢，尚书省那边的教习都在研究你的东西，天天嚷嚷着想见你一面。你可不许怪我啊！我当初也没想到会弄出这么大动静来。哎，我这
怎惯了？这说话办事儿也没个分寸。我又爱钱又爱生事儿，你说，要是让我去领兵，虚报冒领的事肯定少不了我呀。要是让我去当官，那更完了。行贿受贿，那肯定是家常便饭。你看你那点出息！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小侯爷！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众爱卿平身。谢皇上。传王兄王子豪上殿。草民王修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是王侯爷之后，怎可自称草民？抬起头来。怎么，不认识朕了？不敢，就是我。朕还是头一次见王修不知所言，有趣啊！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哎，孙子，你这么看我也没用。我老程有天大的胆儿，能暴露皇上的身份。啊不愧您，怪我有眼无珠。皇上文韬武略，才高八斗，心怀天下，忧国忧民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我都没认出来，真是该打。你确实该打。你为我大唐贡献的棉衣棉裤已大量生产，送往前线，想来为我大唐出生入死的士兵可以过个好年了。这都是你的功劳。不敢，雕虫小技都是皇上伯乐当的好。王修知道朕是皇帝以后，这说话好听多了。不用跪，站着接旨。王修因机缘巧合获家中奇书一本，先后发明造纸术、刮露水、算术等，为我大唐屡建100年大功，与朕更是一见如故，谈天说地无所不谈，奇思妙想更是让朕大开眼界。现封侯爵，官职一品，陈氏学影，持家有方，助夫有功，封3品诰命夫人。谢皇上。hold 住啊，王子豪！你记住，以后离着马车、木车、手推车都远着点，当心一下再给你撞回万恶的21世纪。